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交通部延续着安心旅游的补助推出的孝亲方案。本地敢若限定要来补助国内旅游无起色的北部的饭店，但是中南部的业者来抗议，结果交通部任林佳龙过来反口径咯，讲无限定北部啦，这个中部、南部的饭店嘛通啊用，这是互北部的业者真压哀哦。讲这个政策一变再变，对因来讲根本都无实际的帮助。去外旅游去活动离岛耍的人真多，啊，若来看北部饭店生意就真歹，因为外国游客和商务客变少，敢来当客观光局斗3天。交通部长决定要来设补助的方案。北部这个尤其是旅宿业还是呢很辛苦，尤其是北基桃竹。本来敢若补助北部的民宿业者，和中南部的业者真不满，所以林佳龙更改方案。业绩少一定的比例的才会作为适用的区域。过年孝亲专案是为着要解决他这问题，嘛希望饭店生意会当变好。但是今年第3季大房率比去年同期减3成以上，嘛适合用。不过北部业者就真不满，才过5天，政策佮改变。我觉得不公平，因为双北这边的生意影响非常的大。现在用全省，那全省的话就没意义啦。纾困3.0通过了后，交通部针对观光旅游业撒好康，业者拢想要分到这块大饼。不过国民旅游要兴起来，无靠转型，敢若靠补助，会当当偌久，无人知影。